大家好，我是陈医师。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真相。很多人以为每天走路就够了，但其实它正在让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矛盾，因为医生都说走路好，对吧？没错，走路对心脏确实很好，但是你的骨头呢？你的肌肉呢？你的反应能力呢？这些走路都照顾不到。让我跟你解释什么叫做聪明的动作。聪明的动作不是做得多，而是做得对。你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，需要不同方向的活动来保持所有零件的健康。走路只是让你往前移动，但是你的关节需要往旁边打开，你的肌肉需要用力收缩，你的神经需要快速反应。如果你现在就关掉这支影片，你可能正在错过保持50岁后独立生活的关键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看这支影片。如果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让我告诉你，走路缺少了哪5种身体需要的动作。第一，缺少侧向开展。走路只让你的髋关节前后动，但是关节需要往旁边打开才能保持灵活。第二，缺少抗重力训练。走路不会让你的肌肉真正用力对抗重量，所以肌肉还是会流失。第三，缺少握力训练。你的手握得住东西，跟你能不能独立生活有直接关系。第四，缺少平衡挑战。走路是2只脚轮流支撑，但真正的平衡是要能够在不稳定的情况下站稳。第5，缺少大脑协调训练。当你转头、弯腰、快速反应时，大脑跟身体要能够同步。走路练不到这个。接下来我要教你5个动作，每一个都能补足走路做不到的地方。每天只要10分钟，你就能把身体真正照顾好。第一个动作叫做青蛙开髋。很多台湾的老年人都有腰痛的问题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髋关节被锁住了。走路只让髋关节前后移动，没有让它往旁边打开，久了关节就僵硬，压力全部跑到腰椎，当然会痛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说明，你的血液就像车子在路上跑，你的髋关节就像一个交通要道，如果这个路口塞住了，车子就过不去，周围就会开始堵塞。当你的髋关节打不开，骨盆腔的血液循环跟淋巴循环都会变差，代谢废物排不出去，营养送不进来，问题就来了。青蛙开髋这个动作，就是要让你的关节在水平面上打开。当你把膝盖往2边打开，像青蛙一样趴在地上，你的骨盆底肌群会被拉伸，骨盆腔的空间会变大，血流跟淋巴液就能重新流通。这对长期坐着的人特别重要。你坐在椅子上，髋关节一直弯曲，周围的肌肉跟筋膜会紧缩，血管跟淋巴管都被压迫。时间久了，不只是髋关节痛，连膝盖、脚踝都会受影响。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你先跪在地上，然后慢慢把膝盖往2边打开，打开到你感觉髋关节内侧有点紧绷就好，不要痛。接着把上半身往前趴，用手肘或手掌撑在地上，在这个姿势停留，深呼吸10次。每次吐气的时候，试着让髋关节再打开一些点点。每天做10次，你会发现你的髋关节慢慢打开了，就像它重新开始呼吸一样，走路会变轻松，腰也不会那么紧绷。很多人做完这个动作，会觉得下半身特别放松，甚至连肠胃蠕动都变好了。这不是巧合，因为骨盆腔的循环改善，整个腹腔的器官都会受益。记住，动作要慢，不要急。你的身体需要时间适应，只要每天持续做1个月后，你一定会感觉到不一样。第2个动作是臀桥，也就是桥式。
你的臀部肌肉是身体的发电厂，如果你失去了它，你就会失去平衡跟姿势。我常常看到50岁以上的病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，都是用手撑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臀部肌肉没力气了。臀部肌肉是你从坐姿到站姿最重要的动力来源，如果它弱了，你的腰椎跟膝盖就要代偿，久了就会受伤。让我跟你说明一下后侧链的重要性。后侧链就是你身体背面的所有肌肉，从脚跟小腿后侧、大腿后侧、臀部一直到背部，这条肌肉链就是你身体的引擎。当你走路、爬楼梯、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后侧链都在出力。但是现代人长时间坐着，后侧链就被关闭了。走路虽然会用到一些臀部肌肉，但强度不够。要让肌肉真正变强壮，你需要对抗重力做训练。臀桥就是最简单、最安全的后侧链训练。怎么做？你先躺在地上，膝盖弯曲，脚掌平放在地上，脚跟离臀部大概1个拳头的距离，然后把臀部抬起来，让肩膀、臀部、膝盖成一直线。在最高点的时候，用力加紧臀部，停留3秒，然后慢慢放下。重点是要感觉到臀部在出力，不是腰。如果你感觉腰在用力，表示你的臀部还没有启动。这时候你可以在抬起来的时候，用手摸摸看臀部，确认它是硬的。每次做10到15下，休息1分，中做3组。你不需要像运动员一样训练，你只需要重新跟你的身体连结。很多人做了臀，瞧几个礼拜之后，会发现站起来变轻松了，走路也比较有力。有些人甚至腰痛都改善了，因为臀部分担了腰椎的压力。这个动作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效果非常好。记住，慢慢做，专注在肌肉的感觉上，不要求快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的。第3个动作叫做靠墙猩猩拉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握力跟你的寿命有直接的关系。研究发现，握力越强的人，独立生活的时间越长。为什么？因为握力不只是手的力量，它代表你全身肌肉的状态。当你能够用力握住东西，表示你的神经系统、肌肉系统都还在正常运作。但是走路练不到握力，所以我们需要做拉的动作。拉这个动作不只训练你的手，还会训练你的背部、肩膀、核心肌群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会训练你的大脑。让我跟你解释一个简单的科学原理。你的手跟大脑的神经连接非常密集。当你用力握住东西、拉东西的时候，大脑会发送大量讯号给手部肌肉，同时手部也会回传讯息给大脑。这种双向沟通会刺激大脑，保持活跃，减缓老化。所以训练手其实就是在训练脑。怎么做？靠墙猩猩拉。你需要一条毛巾或一条弹力带，把毛巾绕过一个固定点，比如门把，或者你可以直接靠墙做，面对墙壁站着，双手握住毛巾的2端，然后把身体往后倾，手臂伸直，接着用力把自己拉回来，让身体靠近墙壁。记住，是用背部跟手臂的力量拉，不是用腰。做10次，休息1分，中做3组。重点是要用力握紧毛巾，不要让它滑掉。这个动作会让你的前臂、握力、背部都得到训练。很多老年人做这个动作，几个月后会发现提东西变轻松了，开瓶盖、转门把都变得容易。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，其实对独立生活非常重要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结束这个部分。当你用力握住毛巾的时候，你其实是在紧握你的生活，你不是在变老变弱，你是在告诉身体，我还要活得强壮，我还要自己照顾自己。这个动作虽然简单，但意义深远，每一次拉都是在拉回你的力量。第4个动作是
蹲马步。走路可以让你移动，但不能让你在突然失去平衡的时候站稳。让我解释一下，当你走路的时候，身体是动态的，重心一直在移动，但是真正的稳定是要能够在一个姿势下保持不动。为什么？因为保持一个姿势需要很多小肌肉持续用力，这些小肌肉就是你平衡的关键。另外，当你保持一个稳定姿势的时候，你的骨头会接收到压力讯号，这个讯号会告诉骨头，我需要你变得更强壮，骨密度就是这样增加的。蹲马步就是最经典的稳定训练，它不只训练你的大腿肌肉，还会训练你的本体感觉。本体感觉就是你的身体知道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，知道哪个肌肉要用力，用多少力。这个能力会随着年纪变差，所以需要训练。更重要的是，蹲马步需要专注力。当你保持这个姿势的时候，你的心跟身体是连结在一起的。这不只是体能训练，也是心智训练。怎么做蹲马步？首先，找一面墙，站在离墙大概1步的距离，双脚打开，比肩膀宽一点，脚尖微微朝外，然后慢慢往下蹲，就像要坐在一张椅子上，但椅子不见了。膝盖不要超过脚尖，重心放在脚跟，背部挺直，可以轻轻靠在墙上辅助。一开始不要蹲太深，浅蹲就好，保持这个姿势10秒钟，然后站起来休息，做5次。慢慢的，每个礼拜你可以蹲深一点点，保持的时肩长一点点，不要急，重点是让身体适应。很多人刚开始做这个动作会发抖，腿会酸，这是正常的，因为你的肌肉很久没有这样用力了。但是只要持续做1个月后，你会发现腿变稳了，走路更有自信了。有个很重要的安全提醒，如果你的膝盖有问题，或者平衡感不好，一定要在靠近墙壁或桌子的地方做，随时可以扶，不要勉强自己。记住，站着不动不是软弱，那是静态的力量。你的身体在学习如何控制自己，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稳定。这个能力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救你一命。第5个动作叫做单脚转头。每一次你转头的时候失去平衡，那是你的大脑正在失去跟身体的连结。让我跟你解释什么是内在的 GPS， 也就是你的前庭系统。你的内耳有一个小小的器官，里面有液体跟微小的毛发。当你移动头部的时候，液体会流动，毛发会感应到这个流动，然后发送讯号给大脑，告诉大脑你的头在哪个位置，往哪个方向动。大脑再根据这个资讯调整你的肌肉，让你保持平衡。这个系统叫做前庭系统，它就像是你身体的 GPS。但是随着年纪增长，这个系统会变迟钝，讯号传得慢，大脑反应也慢。所以当你突然转头的时候，会觉得头晕，失去平衡。单脚转头这个动作，就是要重新训练你的前庭系统，让大脑更新它的平衡地图。怎么做？站在墙壁旁边，用一只手轻轻扶着墙，然后抬起一只脚，用另一只脚站立。接着慢慢转头，先往左边看，再往右边看。转头的时候，眼睛要盯着一个固定的点，不要飘来飘去。每只脚站10秒钟，做5次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其实这个动作对大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。你的大脑要同时处理平衡、视觉，还有头部位置的变化。这种复杂的任务会强迫大脑保持敏锐。让我给你一个生活中的例子。你在捷运站或公车上，人很多，突然有人推了你一下，或者车子刹车，你转头看发生什么事，结果整个人就摇晃了。这种情况很危险，因为你可能会跌倒。但是如果你每天练习单脚转头，你的大脑会学会快速反应。当你转头的时候，大脑会立刻调整身体的肌肉，让你保持稳定。
这个反应速度可能就是跌倒跟站稳的差别。记住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旁边一定要有东西可以扶，安全第一。一开始可能会很晃，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每天进步一点点。重点不是站得有多稳，重点是你的大脑正在重新学习。这个动作不只训练身体，更重要的是训练大脑的反应能力。当你的大脑跟身体重新连结，你就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稳定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她叫陈慧兰，68岁，住在新竹。2年前的某一天，她在家里浴室滑了一跤，幸好没有摔断骨头，只是轻微淤青。但是从那一天开始，陈女士变了。她开始害怕出门，害怕走楼梯，甚至连去菜市场都不敢。她的女儿很担心，带她来找我。我问她：陈女士，你为什么不敢出门？她说：陈医师，我怕再跌一次。上次是在家里，还好有扶手。如果在外面跌倒，没有人扶我，怎么办？我看着她的眼睛，看到的是恐惧。这种恐惧比任何疾病都可怕，因为它会剥夺一个人的生活。我告诉她，我们一起来练习这5个动作。一开始她很犹豫，说自己年纪大了，做不来。我跟她说，不是要她变成运动员，只是要让她重新相信自己的脚。3个月后，陈女士回来复诊，她笑着跟我说，上个礼拜她自己走去市场买菜，还提了2袋菜回家。我问她，你不怕了吗？她说，还是会有一点怕，但是我知道我的脚站得稳了。这不是因为她变年轻了，而是她重新找回了对自己双脚的信心。这就是这5个动作的意义，它们不只是训练你的肌肉跟骨头，更重要的是让你相信自己，还能掌控自己的身体。当你相信自己，你就会愿意走出去。当你走出去，你就会活得更久，活得更好。走路是很美好的事情，但是你的身体需要的不只是美好，而是生命力。我今天教你的这5个动作，每天只要10分钟，10分钟换来的是你50岁、60岁、70岁还能自己走路、自己生活的能力。请你实行这5个动作，不是明天，不是下礼拜，就是今天。请你分享给你的家人，让他们也能稳稳地走下去。因为运动不只是为了身体，而是为了传递希望。当你今天做了这5个动作，你就是在告诉身体，我还想活得好好的，我还想陪伴我爱的人。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在努力，每一个看这一支影片的人都在跟你一起变强壮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让更多人知道，老化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种开始。谢谢你今天陪我到最后，下次见。